彩雲易散琉璃脆，碎開嘅瓷器反而留住咗700年嘅故事。你估唔估到喺呢啲藍白之間，竟然藏住伊斯蘭教嘅痕跡？適逢中大文物館開放日，就等我哋透過青花瓷睇下伊斯蘭文化點樣融入日常生活，甚至影響成個世界嘅審美。講到青花瓷嘅藍色，相信大家都聽過，佢嘅膏料係嚟自中亞嘅蘇麻離青，甚至有人叫佢回青伊斯蘭藍。但除咗顏色，原來呢啲文物仲有好多地方都同伊斯蘭文化息息相關。例如呢把執壺，原來有特別嘅宗教用途。穆斯林每日要做5次禮拜，而每次禮拜之前都會用壺裝水嚟洗小淨，所以呢種器型就係為伊斯蘭宗教生活而設。再仔細睇，壺身有好多線條框住啲紋飾，呢種開光設計正正體現咗伊斯蘭藝術對幾何秩序嘅追求。而呢個青花大盤有成40.5 cm， 做咩要整到咁大？原來喺伊斯蘭文化入邊，佢哋中意10幾個人圍住一個大盤分享美食。聖訓都有講，你哋要一齊食，唔好分開食，因為祝福就喺團聚之中。所以大盤唔止係餐具，仲係承載住祝福嘅容器。展覽入邊呢一幅畫就係當時嘅真實寫照。再睇下佢嘅紋飾，由盤心、內壁、口緣一層層開光，好似波斯地氈咁。而滿滿嘅花草紋更加有深層意義。由於伊斯蘭教義禁止偶像崇拜，所以花草紋就取代人物或者動物成為主要裝飾。如果你都想親眼睇下呢啲靚得嚟又充滿故事嘅文物，下次經過中大文物館嘅時候，不妨入去行下。除咗青花瓷，仲有好多展品等住你發掘㗎。留言話我知，你仲揾到乜嘢同宗教有關係嘅文物？